像这主日咱的经课表的经文，我来选腓立比书第2章，吼，真做人的样相。今日是对第50开始吼，第50到第11节，毋过咱头前吼，若无先看头前的经文，其实毋知要讲啥物货吼。今日对第50开始到第11节是一首诗吼，诗体吼。大家讲诗体拢想远便去吼，是一个诗的文体吼，一个诗的文体，就是讲，保罗伊咧写吼，写伊的论述的中间，忽然间就唱歌出来啊吼，你看伊偌欢喜吼，啊看伊头前是咧讲啥？好吧，帮我按一下好了。头前是咧讲啥？第2章一开始。我为第3节开始讲就好啊。伊讲凡事目的为着激动吼，和本翻成凡事不可自私自利。那个自利是无好的翻译吼，无迄个意思，应该翻自负较对吼。凡事唔通激动吼。是怎么了？哦，是我按错了吗？好，先出来好了。凡事唔通激动，也为着空空的眼光来做吼，不可贪图虚荣吼，唔通为着空空的眼光来做。独大家要用谦逊的心，吼，心存谦卑吼。前面第3节来。看别人较赢伫本身，恁逐人毋通干那顾家己的代志，也着顾别人的事。这是头前咱要进入今日经文头前所讲的吼。所以一寡提醒保罗要甲腓立比城的基督徒讲，恁着爱大家看别人较赢本身吼，用谦逊的心，无得。干那顾家己的代志，嘛着顾别人的代志，吼。伫即款的教示下面，保罗讲好，来，互你一个模样，讲一个例子给你好了。上的模样，吼，以耶稣基督真做一个榜样，吼。令着有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吼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妙的翻译，吼，翻得很好。可是它原本的意思，吼。来解说一下，这个心这个做歹翻的吼，伊是意念，嘛是意志，嘛是感情吼，所以你可以感觉它有悟性的部分，也有理性的，有悟性理性的部分，也有感性的部分哦。做歹翻呢，所以英文甲翻做 mindset 拢会使吼，咱个念做意念好啊。伊即句经文本来意思是讲，若是讲恁大有一款意念吼，即款的意念是伫耶稣基督的心内所有的。所以它翻成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是很好的翻译吼。就是讲，另外有一款的意念，吼，即摆要甲恁做一个比如吼，一个例子。另外有一款的意念，这款的意念是伫耶稣基督的心内吼。所以简单来讲，第一当甲了解并做好。另外有耶稣基督的意念，要有耶稣基督的意念吼。来开始经文就讲，全部出来好了。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为什么本？只是因为它是个过去式哈。有上帝的形象哈。这款的翻译，伫咱的汉人来看会出一个问题哦，因为这个 form 哈，形象这个 form。伫希腊的文化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伫汉字你就会去 argue 讲，它有这个形象它本质是不是？安尼想袂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的汉文会想说，它有这个形象，伊内面是不是？形象会让你想成是外表的东西，可是不是哈？在希腊的哲学有个概念，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他们在讲的就是 form。
伊咧想象讲世间所看到任何的存在，无论是物还是人，吼，世间所会当人会当看到的任何的存在，伫天顶拢有一个 form。你甲当做是一个 prototype， 一个原型啦。好，你即摆看到一个圣餐桌，谁去看到无？好，这个一定有瑕疵。这个是在世界上的物体，它一定有瑕疵。伊的天顶一定有一个啥？有一个圣餐桌的原型吼，迄叫做 form 吼，是毫无瑕疵、金细细的吼，无有缺点的。啊，你若伫世上所看到一切，拢是迄个原型的啥？山寨版啊，安尼了解无？吼，所以伊是咧讲即个概念，伊是讲伊本来是上帝的 form， 意思讲伊就是上帝啦，他就是上帝吼，他原本就是上帝吼，伊就是上帝，所以，好。另外有耶稣基督意念，伊本来就是上帝，他本来是上帝。啊，毋过伊煞无掠伊，要甲上帝，好了，手指头已经快痛死了。从现在开始帮我按哈，办公室主任哈，伊无掠伊甲上帝平等，真做伊要坚持的吼，真做伊要坚持的。意思是讲，伊这个希腊文这个字也非常的巧妙哈，伊迄个坚持的本来意思就是操纵 ，manipulate 操纵，就是讲。伊是上帝，伊甲上帝天父上帝平平，啊，毋过伊无要伫遐人操纵安怎讲？操纵哈，好，就是伊无要伫遐拼哦，甲上帝来比较，来用一些诠释吼，要比跨上较短，跨上较高吼。啊，顶多是安怎？反倒虚己吼，汉文翻成反倒虚己，咱会理解成做谦虚的意思。毋过伊意思毋是安尼，伊咱台语的翻译较好。伊讲反倒安那，拼空家己，倒空吼，所以你就把它理解说，反而倒空自己安尼就好啊，吼，就是拼空家己，吼，伊本来所有的拼空归零。对联开始，吼，伊无爱甲人相争，吼，伊是上帝的 form， 伊甲这拢变空，啊，伊出什么货？伊真做什么货？来按下去，哦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讲奴仆的形象了，好，伊下掉上帝迄个 form， 换什么 form？ 奴仆的 form。这个凤，我讲的不是我们想象那个外表，不是在讲外表，在讲它的本质哈。就是你天顶，你说哈，你地上有没有看到奴仆？有嘛？啊，我是讲耶稣迄个时代啦。即摆咱嘛盖一奴仆算不是？好，你那里地上有看到奴仆，世界上有看到奴仆，那表示天上也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奴仆的 form 哈。那个是 prototype， 那个是原型哦，所以伊放弃上帝的原型，伊真做奴仆的原型，所以伊会迄名真做人的样相哈，会成为人的样式。然后呢，所以你会发现他用不同3个希腊文也是3个不同的字，他伊摕奴仆的 form， 真做人。likeness 亲像人安尼啊，一个真正变做人，哦，然后呢，所以一起看，伊变空家己处奴仆的 form 形象，吼啊，真做人的样式，吼，然后既然已经真做人啊，往后看，伊就安那，伊就谦卑家己，遵心顺服。屈己啊，顺服到死，而且死里是这个顶面，好，所以整个诗到这里，我后面那个上帝安那个祝福的是卖讲哦，整规首诗到这来，咱来看一下，伊就是要描写耶稣谦卑的款式，要互人真做一个模范啊。上简单来讲，就是这句，这个耶稣本来是上帝，啊伊安那。
真做人，还个死伫是一个伤啊！人家保罗写那么好的诗，我就变成一句而已，真是的哈！那是上帝，耶稣伊本来是上帝，伊的选择真做人，不只是真做人，一个死伫是这个人的名，哈！所以他讲的是谦卑。啊，不过你若为伊这首诗来看，要各位兄弟，我不喜欢你们只有听，动动脑袋回答我一下。谦卑，若对好多经文来看，谦卑的资格是什么？什么是谦卑的资格？谦卑干嘛资格？每个人都可以谦卑啊，每个人都应该谦卑啊，不是哦。你若对这首诗来看，伊有一个资格伫遐。什么款的人较有资格谦卑？他都迄首诗讲啦，伊讲耶稣本来是啥物货？上帝呢？吼，伊真做人，不只是人，伊真做奴仆，迄个 form 真做人。所以本来是上帝，即马真做啥物货？真做人，真做奴仆。所以要谦卑的人有啥物资格？讲这在地位有够悬，较有资格谦卑啊！咱转去耶稣迄个时代，保罗迄个时代，有奴仆无？有无？有啊！啊，迄个奴仆吼，对伊的主人吼，这认真服侍吼，啊，这拍拼服侍，你会讲这个奴仆这谦卑袂？你会不会用谦卑来形容一个奴仆？怪怪的吧？应该不是吧？你会讲这个奴仆做贫困的，做欠卡，是不是欠卡？我讲唔对去哦，欠卡。你们的台语都不太好，不是欠卡，欠卡，欠，啊欠，欠卡。欠卡，好啦，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好，好，你会说这个奴仆，这好这搞这，好，这好多迄两字，好。啊，毋过你敢会讲这个奴仆这谦虚，这谦卑，袂？因为伊的地位是啥物货？是低。啊，毋过若是这个主人，伊做好款待伊的奴仆，可能就有人讲，这个主人啊呐。这谦卑，谦卑的资格是你必须地位爱安怎爱悬。其实我讲这段经文咧讲耶稣的谦卑不止啦，来温柔，这嘛是耶稣的本质。温柔的资格是啥物货？我都讲谦卑的资格是你地位爱悬，啊那温柔的资格咧？较无人要插我，凊彩讲嘛会使，要一个温柔的资格在安那？哈，爱歹哦，意思有够啦。对，温柔的资格就是你的气力，你的能力要大。你若吼做软食的吼，啥物拢袂晓，安尼这温柔，迄个讲话做细声，吼安尼有没有巧气？吼，这不是温柔啊，这叫做软正、懦弱，这个叫懦弱。温柔是你足强大，你一个镜头就会当甲对方安那定死，毋过你安那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迄叫做温柔啊。无孙女有无伫吼？伊可能咧背迄个扫帚，趁即马紧讲。甲恁讲一个温柔的故事，足久啊吼，毋过迄印象深刻吼，所以大家拢要讲这个故事，听过，搁听一届吼。你搁咧上班吼，做忝的，转来到厝里吼，你看查甫人上班做忝到厝里拢创啥？摕伫迄个碰椅创啥？
看电视对无吼？啊，无一定要看啥，啊，就一直甲转落。台湾遐尼几百台对无？啊，忽然间总转到 HBO， 哇咧！这出戏看5届看无了，要看无？要看无啦？啊，佮知影佮剩差不多10通分啊，就搬了啊嘛，吼。有想要看无？有哦，啊，毋过迄个时阵，什物时阵？迄时阵阮兜3个，佮足细汉的，好，我伫遐拍来拍去，无洗身躯啊，饭还袂爱食，找迄个厨房无洗啊，乱七八糟啊，无顺伫遐哇的时阵，会当看袂？会当看袂啦？啊，想要看无？剩几分钟尔，迄个 HBO 啊，无咧广告啊，对无？安尼个，甲拣一个，就做了嘛。安尼有赞成我看无啦？有嘛吼，我嘛赞成我看，我就甲坐咧，假装我不在那个地方，啊，紧看，紧演，无拍算看无2分钟，就听到脚步声，哭来啊！你迄阵迄猫啊吼，拄着迄个种紧张的代志啊呐，肾上腺素是无？哈，规个拢起来哈，我就知影哇，我就准备好势啊，我即声来一定要烧麦啊，啊，毋过佫毋甘无咧看对无吼，目睭佫咧看遐，啊，你拢准备好啊，全副武装。天后阮无顺要甲我骂落嘛，对无吼？结果总哭行来，啊，伫我的桌仔顶面头前，总一杯柳丁汁，总囥咧，啊，就走啊！哎呀，这下边了，这下边乱啦！林福元，林福元继续搁看咧是无？吹死哦！啊哟，这部有香无？有香无啦？啊！我只好徛起来，然后徛起去洗囡仔，洗白吼，气甲要死吼！哎，讲下这叫做温柔啦。你想，其实我都演练过了吼。我无想若伫后壁开始甲我骂落吼，啊！你无看到无闲哦，规厝来，你甲你看电视，会袂？有可能嘛，对无？骂落安怎？各位兄弟，各位先生，各位丈夫，那骂落即摆会变安怎？烧骂吼，骂了讲，恁爸要甲看了要甲加看一出，安尼对无？是不是啦，先生们？会不会这样子？会不会啦？你们不会哦，你们都不会这样哦，我一定会的呢。好，本来就理亏了，有无？因为我理亏，你要分析这个状况。因为我理亏，啊，莫枢纽这个时候就占优势，对不？是不是？伊甲我骂了，有应该无啦？应该啊。所以伊即时是气力较大迄边的人，知无？啊，我理亏的安那比较弱吼。啊，毋过伊若甲我呛落吼，其实你知道男人的逻辑是有点奇怪的吼。啊，本来是理亏啊，去用骂一个了，我就安那准省对无？抵消对无？吼，抵消吼起毛一摆，搁加看一出安尼吼。所以我定下讲，这款的情形就是，有时候我们做妻子的吼，伫这个情形处理无好，就会变做是甲赢叫跋到变输叫去，对吧？好，毋过这个不是女方的错，这是男生的错。好，这个刚刚结婚的丰容要记得。好，所以我会讲，这个例是最好的一个例，就是伊用温柔真做最大的力量，害我迄个 orange juice 较无啉，电影也无看，走去洗身躯，洗囡仔的身躯。好，温柔的资格是什么？就是你要能力要够大，靠足个讲温柔。你哪里真能正的吼？啊，讲话这细声，动作很轻柔，迄叫做懦弱，迄毋是温柔。
温柔是爱足强大的人，较有资格讲温柔。第三，嘛是伫耶稣顶面要看到的，嘛是伫遮要看到的。我把答案写出来了。勇敢的资格是啥物货？那有当时啊，吼，咱看到迄个 T 恤吼，迄美国的 T 恤顶管写 No fear, fear not， 有无？拢总啊啦，什么拢唔惊对无？哦，向前行，是毋是这首歌啦？什么拢唔惊，是吧？哈，是毋是勇敢？勇敢，是毋是啦？什么拢唔惊啦？毋是啦，什么拢唔惊吼。你若什么拢唔惊去做，迄毋是勇敢，迄叫阿爸。真正勇敢是啥物货？知影通惊，而且惊到要死，偌惊。那亲像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时阵，伊伫祈祷的时阵，伊流的汗，迄个圣经讲，伊流汗比流血滴啊呐，搁较大粒。耶稣会惊袂？会惊袂啦？佮像这趁这个时阵，要甲大家讨论耶稣伊伫世上真做人的本质。你讲耶稣伫世上的时阵是人还是神？啊，是人，佮会晓变较一个魔术，毋是啦，神者，哈，佮会晓变较一个神者，啊，互甚至互死人佮活，这什么意思？耶稣是人还是神啊？人，啊是耶稣有一个开关，这溜咧，我即马是人，啊，这个换过来，我即马是神，安尼，是毋是啦？毋是即款的形式啦，吼，啊，毋过我嘛无法度解说是啥物款，啊，毋过会当知影的是，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会晓袂？会喙答袂？会艰苦袂？会流目屎袂？会惊吓袂？会。啊，毋过伊是安怎会当有遐尼大的神者的气力？迄是因为圣神甲伊同在。我讲过，耶稣会互咱成做一个上好的模样，就是当耶稣这个人，伊完全互圣神充满，圣神甲伊同在，上帝借着圣神甲伊斗阵的时阵，伊就会当有遐尼大的气力，会当做任何的代志。所以耶稣毋才甲咱讲：，恁这学生啊，恁若有遐尼大的信心，你就是叫迄山安怎？叫迄个山1、2、3跳，伊嘛会跳去海里。咱人无法度亲像耶稣遐尼大的行做事，因为咱无互圣神伫咱的生命内面做主啊。啊，毋过大家毋免烦恼，讲遐这，恁有圣神甲你同在无？有无啦？一点都没有把握。人外面那些人说长老会没圣灵，不要听他的。长老会有圣神无啦？有啦，你有圣神跟你同在无？圣神伫你的生命内面，圣神伫咱的中间 ，among us， 甲伫咱的中间啦。啊，毋过无拄啊好，若要照保罗的讲法，无拄啊好，咱的生命互圣神充满。一般来讲，圣神差不多是充满咱的盲肠，差不多尔。哦，我们被圣灵充满盲肠，安尼有伤势无？盲肠以外都是谁做主？我自己做主的时阵，咱就无法度亲像上耶稣基督伫世上遐尼大的气力做代志。看下这，勇敢的资格是什么？勇敢的资格是真的要害怕。你知影通惊，你惊到皮皮喘，惊到要死，啊！毋过你悠然去做应该爱做的代志，这就是勇敢。一个勇敢的人去做伊该做的代志，应该是一个名青顺顺的，因为惊到要死，啊！毋过悠然去做，这是真正的勇敢。你着看到下带迄大经文咧写的，不只是咧写耶稣基督的谦卑，你看会到。
以上帝的管道，真做奴仆，真做人。伊有圣神甲伊同在，伊嘛惊上尾，伊要面对死。其实安尼讲无准，伊要面对甲上帝圣神分开。各位兄弟，我们现在是棕树节，来受难日，星期五受难日。星期五要来哦，星期五受难日当有受难日的礼拜为圣餐，好，晚上8点。耶稣伫受难日，伊所受的苦是啥物货？伊所受的苦，毋是干那讲咱所面对迄个死，伫想象迄个死，对死的惊吓，毋是。耶稣基督伊所受的苦，是从亘古以来，三一上帝要分开，完全无即件代志发生过。亘古以来，直到永远，三一上帝毋捌分开。干那迄个时阵，耶稣会死。因为伊要担当世人的罪过，耶稣的死造成三一上帝的切割、分割掉，这是人所无法度想象的代志。我相信耶稣基督，伊的惊吓就是伫遮，没有过三一上帝、父子圣灵分开，耶稣会惊袂？惊到要死。毋过这就是伊的任务。伊爱勇敢去做。各位兄弟，咱讲的讲耶稣，咱嘞，咱地位有关无？哟呼！你说我一个月才20几 K， 我地位哪有高？咱地位有关无啦？彼得前书2章9节讲咱是啥物话？2章9节讲咱是啥物话？讲独独。彼得讲的，咱是拣选的族，是王，也是祭司，是神的邦国，是上帝家己的百姓。各位兄弟，这款人的地位有悬无？有无啦？这就是恁啦。你描写就是恁啦，恁的地位有悬无？系啊，恁若遐尼悬的地位，恁知影啥物货？知影安怎？大家谦卑哦，各位兄弟，咱若会当入捌咱的地位遐尼悬，敢若一件代志爱做，就是谦卑。这是咱的资格，这是咱的任务。好多讲过啊，各位兄弟，咱有圣神甲咱同在无？所以咱有大气力无？能力强不强？咱若有遐尼大的气力，有一个任务，有一个责任，就是咱咧啥物货？爱安怎？爱温柔。毋是哑巴，爱温柔。耶稣伫约翰福音，甲伊的正辈是正学生，讲伊要离开啊。毋过耶稣讲啥？伫世上安那？你们会有苦难，会惊袂？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，会惊袂啦？会不会怕啦？毋过耶稣讲啥？毋过你毋免忧愁，因为我较赢世界。耶稣较赢世界，毋过你会惊袂？会惊袂？各位兄弟，爱惊啦，爱通知影惊。我即摆看到这个时代的基督徒，这个部分做毋对去啊。这个世代的基督徒伫一个社会，感觉他受到威胁，感觉好像他的神学、他的信仰受到威胁，社会的想法跟他不一样。你看，咱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安怎做？因组织起来，想要靠政治、靠法律，然后去压着一个会当保护伊的生活的这款的势力。你知道我在讲啥无？这是不对的。耶稣就明明讲，恁伫世上会有苦难，因为恁的价值甲这个世界无同款。恁伫世上会有苦难，咱听你讲，哦好，耶稣我们有苦难，可是我们不怕，我们有法律，我们有政治的基督徒，
我们可以立法让别人受苦，然后我们自己不会受苦。各位兄弟，这个是错误的。唔通要用世界的快乐，伫世界建立上帝国，这唔是圣经的教示。圣经的教示是上帝的百姓通过疼甲受苦，成做5万的记号。这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。是咱爱通过疼甲受苦，成做5万的记号，无唔对。可能这个社会世界的法律所记载，甲咱圣经无同款，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教育，会威胁到咱的信用，甚至咱的生活。